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新闻的主角是超级马拉松的选手林义杰。去年的7月，成立着地财顾问公司，主要的业务是找到影业公司的授权，打击非法网络下载等等侵权的行为。但是检察官调查发现，伊这间顾问公司先来摕到国外电影伫台湾播送的权利了后，就就忙去诱拐着被害人来下载这个影片，然后去告这个被害人侵权，再搁去找这个被害人来讲和解。这个手法就亲像是著作权的加爪。即摆林义杰是以20万来交保候传，不过林义杰无认罪哦，伊讲这是咧查水表。做正义的事情，然后被列为就是嫌疑犯人，查水表嘛，就查吧。经过检方复审了，裁定20万块交保的林义杰立法冤枉。去年成立一间地财顾问公司出问题，检方调查出来讲，林义杰甲其他员工并无律师资格，因过涉嫌意图盈利包办诉讼。检验怀疑讲，这间公司是敢若涉嫌为国外出入无伫台湾公开播映的电影授权了后，再利用 BT 的软体传下载经济，敢若用钓鱼的方式和网友钓钓。下载后，再依照下载者 IP 位置甲检警提出告诉。事后，阁敢若私底下甲下载盗版的网友和解，认为这个手法未属是著作权的加爪，嘛讲告诉案件超过500件。没有律师执照就在做律师的事情，这件事本身是违法的，因为会妨碍司法公正。法官可能认为说，他有用钓鱼等等方式去包揽，或是去挑拨电影公司来提高那些民众来创造利益，所以说也犯了第2条的包揽诉讼罪。林义杰透过电话表示讲，会勘的查证甲检验，同时嘛透过电话来回应。我觉得所有的证据跟所有的资料都在检方那边，我相信到最后司法会还我就是一个清白。依照律师法，无律师的证书意图盈利，你办理诉讼事件，上重会使处1年以下徒刑，上济会使罚15万块。若包办他人的诉讼者，会使处1年以下徒刑，还是5万块以下的罚金。到底真相是啥物？都要经过法院的审理，才会当互这个案情水落石出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